乡亲啊，即摆到花莲来住暝，一暝是补助1000块。最近有网友来分享，到花莲住2暝，扣掉这个补助，敢若开18块。 南南大海，青变变山拿，花莲好山好水好风景，伫咧遮佚佗旅游，心情伫咧水。不过是咧受到地动和风台震坏，花莲县政府抢救观光大作战。啊，你开偌济钱？扣掉国礼的话26000块，再自己贴600。哎，你觉得划算吗？蛮 OK 的。 最近大民众普网络分享，住双人房2天敢若18块，房间的品质真好，地点搁离车头真近，真正是无得嫌。住2暝18块是安怎来的？原来房价2000块18块，官府补助1暝1000，2天扣掉2000后，剩18块，等于1暝敢若9块尔。网友拢感觉俗个短话，嘛拢讲无补助嘛真会好。偶尔会出现这样子比较惊喜的价格啦，只是它也不是常常有的。1暝9块已经真。 俗，也唔过，这也唔是算真俗的。你身份证知道是宜花东的朋友，可以来我们这边入住，就是0元入住。那因为补助的关系，也因为我们有推一些优惠的方案，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有回升大概到4成左右。04、03以后，确实啊有受到这个观光各方面的冲击，让他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在政府方面也能够提出就更好的振兴或是这个。 补助的方案，让我们各方面都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。虽然唔知当时市场景气会当回温，不过业者政府同齐表示，希望和更多观光客会当搁登来花莲到落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